喂，大家好啊！歡迎翻嚟呢度，咁我係唐叔，咁啊嚟到啦6月3號嘅賽日啊，咁啊6月第一個賽日，咁啊希望咧可以介紹多啲好馬俾大家，希望咧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哋二度咁，希望啊我哋二度咁嘅呢個 channel 咧可以喺季尾啊，咁啊殺科之前咧能夠達到2萬訂閱嘅，咁我哋爭好少咧去到2萬訂閱噶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咁啊留言啦。subscribe 訂閱啦、like 啦、share 條片啦，同埋分享呢條片咧俾你嘅朋友睇下嘅。咁啊，今個賽啦，唐叔介紹第3場4班1200嘅賽事。咁啊，一落嚟首選放咗隻4號驕陽紅心啊，希威森沈集成嘅入作。咁啊，130磅咁嘅騎翻去9檔啦。咁啊，驕陽紅心其實上一場賽事嚟講咧，贏得都頗有說服力嘅。咁啊，孭住我5檔。咁啊。前置型嘅跑法又係啦，5月13號1200-4班贏馬希威森，咁啊呢啲咁嘅套路啦，咁啊你喺賠率上都見到啦，咁啊6.7倍對人賠率，咁啊呢啲咁嘅穩打穩紮啦，講緊係希威森贏馬上名兩隻有一隻，咁啊上一場賽事咧已經咧係能夠成功實現咗呢一個嘅戰績啦，咁啊今場賽事咧。咁你騎翻個9檔啦，我自己覺得咧，沈集成咧有機會咧可以喺呢隻馬度再下一城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始終啊喺嗰個騎練馬師王咧嗰個榜咧都係爭得比較激烈嘅。咁啊今場賽事咧。呢一隻咁嘅驕陽紅心咧，其實季內3歲馬仔，我覺得咧狀態有啦，同埋咧佢嘅體力咧都係賺嘅，始終都係後生，今季啊都係初出馬，咁啊講緊啊呢一場賽事只係咧驕陽紅心嘅第7場嘅賽事嚟嘅啫，咁啊所以咧對比起其他馬咧出得比較頻密嘅情況之下咧，我自己覺得啦呢隻驕陽紅心咧可以賴以一戰嘅，咁啊所以咧。呢一隻嘅驕陽紅心咧，分分鐘啊可以成為咧連續2場咧係能夠成功咧贏馬嘅一隻馬匹咯，我自己覺得。咁所以咧驕陽紅心咧係成為唐叔嘅首選嘅。咁啊次選咧，唐叔咧都有啲心水可以介紹俾大家啦。咁啊最後咧都係落咗隻1號啊，勁進非凡咁啊，布浩榮偉達嘅入座，跟住騎翻去16檔嘅。咁啊講緊啊勁進非凡啦，其實今季成績咧穩就穩達啦，我自己覺得對上咗幾場賽事咧都係咧4班作賽嘅情況之下攞咗2個第3翻嚟嘅，而同時啊全部都係咧跑馬地1200，證明咧呢隻馬咧其實喺4班作賽咧係有一個好表現嘅成績嚟嘅。咁啊再講啦，咁啊季初咁啊全部都係3班，咁啊落到嚟4班咧即刻反彈有好表現啦，4月22。咁啊5月13咁啊唞咗2個禮拜之後6月1號再出咧，我自己覺得啦呢一隻馬咧上一場賽事咧孭住個12檔大後上嘅情況，最後攞個第3翻嚟，對人賠率去到21倍，爆咗個半爛嘅位置。咁我自己覺得咧呢隻馬發揮呢個空間咧，我自己十分之理想嘅。咁啊騎練合作，咁啊今次再嚟多次，咁啊我自己覺得啦喺4班咧真係證明咗自己而有實力嘅。咁啊，講緊啊，之前啊，呢一個喺4班嘅作賽能夠成功 win 過啦。咁啊，今場賽事咧，連續第3場賽事係4班作賽，雖然孭住個頂磅，講緊啊，前2仗咧都係135磅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呢隻馬咧分分鐘咧，今次咧喺個檔位上面騎翻個6檔中檔咧，都係十分之好跑嘅。我自己覺得咧，勁進非凡可以再下多1成嘅。咁啊，次選冇問題嘅。咁啊3選咧都係細 number 喎，咁啊放咗我隻團長好啊莫雷拉方加巴嘅入座，咁啊騎翻個2檔，冇辦法㗎啦，因為咧呢啲咁嘅4班馬咧4班作賽嘅馬匹咧1、2、3、4檔咧十分之好跑嘅，咁啊你1、2、3、4一定要揀翻一隻，咁啊1、2、3、4檔放咗隻8號3強，咁啊2檔，咁啊團長好美麗邂逅加埋隻神異金剛，我即係覺得咧團長好咧可以稍拼線一次嘅。咁啊，講緊莫雷拉方加巴嘅合作，呢一個嘅數據上係有一個好嘅表現啦。咁啊，而對上2場賽事啊，都係能夠咧由莫雷拉係由策騎嘅情況咧，今場賽事已經係連續第3場賽事莫雷拉策騎㗎啦。咁啊，其實啊前一仗咧，我就覺得咧莫雷拉策騎呢隻馬5檔嘅時候咧，係能夠成功一放到底，咁啊最後攞第2翻嚟。輸個頭位，我自己覺得 OK 嘅。咁啊，上一場賽事啊5檔，但係咧
攞唔到個好位啊，咁啊全途咧跑到第六翻嚟，但係輸咧唔係輸好多啊，就輸2個幾馬位，我即係覺得咧都係叫做有交代啊。咁啊今場賽事啦，嚟多一次黃金二檔，我自己覺得咧團長號呢隻馬咧分分鐘咧都可以靠住內欄嘅優勢嘅情況之下咧，能夠再次跑出個好表現嘅。咁所以咧團長好啊3號咧成為堂叔嘅3選嚟嘅。咁啊，重複一次啦，堂叔介紹咧第3場4班千二嘅賽事，咁啊首選啦，我哋放咗落隻希威森4號驕陽紅心，次選布浩榮嘅1號勁進非凡，3選放咗落隻2號美麗邂逅啊，咁我哋交俾下一位拍檔嘅。大家好，我係丹尼，咁啊翻到嚟禮拜三咁啊谷草絲跑道咁啊9場馬啦，咁啊幫大家分析翻第六場啦，咁啊第六場呢啲咪好多都係啱啱跑過嘅馬嚟，咁啊呢場我嘅首選咧，我揀翻隻啊就係呢個4號嘅喵喵怪。咁啊，喵喵怪上場一落班咧，咁啊當時咧都冇乜飛數支持，咁啊十檔啦咁樣，咁啊霍雲星都係咁啊跑隻馬咁樣，咁啊都隊喺前面嘅，咁入到直路咧，即係跑嗰時都有啲場口啊支持啦，入到直路都真係的 keep 翻住咁樣，一直係咁樣，咁啊落到班之後都有啲適應咗咁樣，都會適應翻佢個磅數啦咁樣，咁啊個操練就。等佢冇咁有太多火氣上場有啲急咁樣，咁啊呢次咧就檔位好少少啦，5檔咁樣，咁啊呢隻馬咁啊繼續放埋升啦，咁樣，咁啊我覺得經過上場之後，呢隻馬咧落喺4番會跑得更加好啦，咁啊佢對手其實都即係都係好多都係啱啱贏過，即係啱啱係即係有個表現嘅馬咁樣，咁啊反而呢隻就上場差少少啦，就反而更加直搏咁樣，咁呢隻馬就4班就超超地噶啦咁樣。咁啊，呢個無偉傑呢排都呢禮拜日咁啊，禮拜三都多馬出講真，咁啊呢隻馬我覺得都係非常有機會嘅馬，特別咧佢應該上入下之後個賠率會有翻啲分頭啦，咁啊值得搏嘅，咁所以呢隻馬咧就係我嘅首選啦。咁我嘅次選咧，我揀翻隻咧，就係呢個上一場咧都跑得幾差嘅，即係11號嘅呢個勝在當下。咁啊，最尾一步啊，俾人過咗跑到第4咁樣。咁啊，上場2檔啦，呢場咁啊3檔，咁啊呢隻馬都係全力去搶噶啦。咁但係呢次就揾咗張奕禮咁樣，咁啊減翻啲磅數啦，同埋張奕禮，我覺得跑呢啲呢啲口好重嘅馬咧，反而就佢嘅韁繩柔過田泰安咁樣，咁啊對呢隻馬反而更加有幫助，咁啊幫佢再操過埋啦，咁啊3檔未必一定放啦，咁我覺得可能佢留住嚟跑反而會更加好，都有機會咁啊，反正即係呢場都有其他馬走去放咁啊所以呢隻馬咧反而咧上場輸完第4之後，我覺得即係有啲分頭咧更加值抵搏啊，咁啊呢隻馬咧咁就做我嘅第2選，咁反正有實力有分喺手啦呢隻。咁啊，第3選咧呢場咧，我揀翻隻咧就係呢個啊，咁啊1號嘅呢個星雲笑着，咁啊呢隻馬啱啱贏完，咁啊方家柏真係非常而家馬房瘋狂出啦，咁贏完之後急急再出咁樣，咁啊呢場咧，咁啊我反而覺得呢隻馬仲係當 fit 嘅，咁啊繼續搏晒啦馬呢個馬房，咁啊上場其實追上嚟咁樣都贏過嚟馬位。都贏得好輕鬆下，其實咁啊，仲有分喺手呢隻馬咁樣，咁啊直頭4班係超馬呢條天地，咁啊仲要多放頭馬喺呢場，咁啊對呢隻佢追嘅馬嚟講咧更加好跑，咁啊繼續有分喺手啦，咁啊定呢隻馬絕對係60分以上嘅馬嚟，咁啊而家仲有分喺手同場咧，哇真係好多快馬，咁啊二檔非常好跑，咁啊馬放大出擊，咁啊就算。依地咁樣，我覺得呢隻咧都非常之好，咁一定係好過隻5號陽木噶啦，我覺得咁樣，咁啊，所以呢隻咧我點都要翻住，咁啊就我做我嘅第3選。好啦，咁啊單嚟呢場，咁啊首選呢個4號嘅喵喵怪，咁啊次選11號嘅勝在當下，咁啊第3選咧1號嘅星雲笑着。